那天晚上遇見你，前奏8拍，前舞3個8，一段4個8，跳4個方向，間奏4拍，都喺12點出現嘅。好，而家先做嗰個前舞3個8，就開右腳，踏點踏點，3個8都係做呢個動作，踏點踏點。好啦，做完3個8之後咧，我哋做第一段4個8，開右腳，點收點收，踏碌踏點，環後環側點半，環後環側10點半，前後777點轉點踏，右碌步搖擺前後後拼前，做完9點重複照做。好，我做一次喺12點，12點點踏點踏踏碌踏點，環後環側環後環側前後777點轉點踏，右碌步搖擺前後後拼前。好啦，嗰個間奏就前踏後踏，前踏後踏息邊。好啦 ，ending， 當我哋做到喺3點鐘嗰個右碌步搖擺前後之後，你一拖重心喺左腳就係 ending。